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一集動漫有聲書。今日會講完爆旋陀螺第一季，開始前有一啲補充。下半部有好大部分都係講銀河佢哋點樣儲分。咁因為好多新介紹嘅角色都唔會喺之後出現或者有好多戲份，所以我都會跳過。另外上集冇講到點解暗黑星雲要舉辦全國比賽，其實都係嗰啲原因啦。想揾最強陀螺手俾龍牙打低，令龍牙成為最強。唔講廢話，即刻開始。上集講到大家為咗參加由暗黑星雲舉辦嘅陀螺手大戰，藉此見到龍牙同打低佢，所有人都解散去唔同地方參加比賽。其中銀河遇到一班垃圾手下，銀河打算反擊時，有新角色幫銀河，佢叫大鳥翼。阿翼講佢知道銀河真正目的，同埋介紹佢嘅陀螺大地蒼鷹。咁啱發現兩人都係去同一個地方比賽，所以佢哋暫時一齊行。到咗比賽決賽，梗係銀河對上阿翼。大地蒼鷹係防禦力同持久力兼具嘅陀螺。途中烈風天馬因為攻擊無效又睇唔透大地蒼鷹嘅攻擊，銀河一度佔下風。最後阿翼對銀河講要用五官去觀察，銀河直接轉守為攻打贏阿翼，但佢覺得阿翼冇出真正實力，仲引導自己變強。事後銀河有去問阿翼點解要隱藏實力，阿翼只係講盡咗全力就離開。阿翼嘅故事仲未完，佢深藏不露嘅實力好快就吸引到眼鏡佬嘅目光，想招攬阿翼加入暗黑星雲。眼鏡佬有調查過阿翼嘅底細，除咗佢突然出現之外，根本冇其他資料。點知當晚阿翼主動入侵暗黑星雲嘅新基地，仲跑到眼鏡佬面前講想幫暗黑星雲做嘢，只要佢哋出得起錢。眼鏡佬就打算揾人試下阿翼嘅實力先。阿由見到有高手就親自出馬。兩人嘅對話中，阿翼當阿由係小朋友嘅語氣都令阿由更加嬲。想當然阿由都毫無保留出必殺傳技天平終極審判地獄。阿翼都充滿自信，使出蒼鷹反擊舞動，纏繞住衝擊波嘅大地蒼鷹攻過去烈焰天平。奇怪嘅係烈焰天平嘅絕招可以俾大地蒼鷹抵消。爆炸過後，兩隻陀螺都停轉。不過阿翼講自己仲未使出真正實力。阿由聽到都唔忿氣，至少眼鏡佬爭氣信咗，就俾阿翼加入暗黑星雲。其實係想借住呢個機會方便監視阿翼嘅一舉一動。咁阿翼又冇做薪水小偷嘅，佢同阿由開始亂入銀河同伴嘅比賽，係眼鏡佬嘅意思，想佢哋去偵查其他有實力嘅陀螺手。重點係阿翼開始同其他角色有交流。不過大家冇分開好耐，因為官方舉行咗一個1萬分嘅比賽，所有人都集齊，其他人嘅分就唔重要啦。銀河雖然有47000分都嚟參加，而京次有45000分，最快應該都係佢哋兩個可以參加陀螺手大戰。比賽預賽都準備開始，銀河第一個對手係占卜仔。對戰開始，占卜仔做完奇怪動作後，操控到烈風天馬嘅行動，同埋佢嘅陀螺 A 可以飛喺空中，更可以領域展開令烈風天馬攻擊唔到 A。變慶覺得占卜仔一定係用巫術先識飛，嗌完就講飛機都可以飛啦，靠嘅係空氣力學嘅原理。咁樣阿元先明白，原來陀螺 A 係可以操縱空氣改變氣流，好似岩岩獅王一樣。但場外嘅阿元根本冇可能傳達俾銀河，唔通銀河會靠頭腦破解到？並沒有。佢唔想放棄，所以不斷喺對戰盤加速兜圈，跑到有火，領域就解除咗。最後天馬流星擊打贏陀螺 A。後來阿元解釋，烈風天馬嘅速度快到同空氣摩擦，產生熱氣流造成真空，你當成銀河嘅領域展開，亦即係5條所講嘅。領域に対する最も有効な手段。こっちも領域を展開する。同時に領域が展開された時、より洗練された術がその場を制するんだ。多謝5條老師客串。後來京次同阿翼淘汰咗阿光同變慶，嚟到決賽反而變咗6個人大混戰，其實都係嗰6個人：阿由、銀河、京次、冰魔、健太、阿翼，6人直接對戰。冰魔最先俾阿翼打低，打到尾都係阿由開審判地獄，阿英又係用反擊舞動撞過去，睇得出兩人關係好差。今次阿元有解釋，大地蒼鷹發出同烈焰天平相同波長嘅震動波，先可以化解到終極審判。健壯嘅京次用暴風壁保護自己同健太。銀河想重現之前嘅熱氣流，所以不斷用烈風天馬加速，結果阿由阿翼嘅招式都被破解，銀河直接衝過去，最後3個人都輸咗，剩翻京次同健太。但健太驚訝自己唔係陪跑而呆咗，俾京次一下打走，所以京次贏咗混戰，拎咗1萬分，更係第一個有資格參加陀螺手大戰嘅人。
睇得出編劇都好中意京池。賽後阿元有同銀河講解決賽戰況，雖然銀河嘅真空領域好強，但用完後銀河控制唔到慣性好快嘅烈風天馬，導致同對手撞埋一齊時會因反作用力反彈，令自己停轉。所以銀河接住落嚟就要學識新招。講嘢同時有路人偷咗銀河嘅計分器，然後陰差陽錯俾一個神秘人拎到，佢叫鳳凰。佢講銀河輸咗仲喺度笑，唔了解輸嘅意思，根本唔想還翻計分器俾呢種人。銀河當然一一否定，但信念唔同嘅人永遠都係靠對戰說話。鳳凰人如其名，用嘅陀螺係烈火鳳凰，佢嘅金屬底盤喺地面產生極大火花，好似火球一樣。咁啱真空可以令火焰燃燒唔到。銀河又試新招，鳳凰中招都未輸，使出鳳凰烈焰炸裂，打贏銀河。鳳凰講係覺悟嘅差距，仲將計分器壓爛。銀河眼見自己47000分就咁樣冇咗，亦都明白失去一切嘅感覺。佢講自己唔會垂頭喪氣，從零開始再嚟過，亦發誓喺陀螺手大戰前唔會再輸俾任何人，否則唔會再玩陀螺。鳳凰睇得出銀河嘅決心就飛走咗。呢個沉重教訓都令銀河之後完成咗真空新招式，名為天馬爆南擊。見呢一季都差唔多完，阿易終於行動，佢去暗黑星雲嘅資料庫拎到雷霆魔龍嘅資料，呢啲眼鏡佬當然看在眼內。阿易想喺天台運走資料前，眼鏡佬阿柔就出現咗，問阿易嘅真正目的。阿易就講自己會打低雷霆魔龍，點知龍牙咁啱嚟咗，佢就親自出手對付阿易。想當然阿易唔夠打，鳳凰就出現救阿易。阿易得救後就問鳳凰係乜嘢人，但鳳凰講你問人前應該自報家門。阿易講自己係陀螺官方嘅特工陀螺手，目的係潛入暗黑星雲，破解呢個組織同埋打敗龍牙。不過鳳凰講而家唯一可能打低龍牙嘅人係銀河。阿易唔認同，鳳凰講一個人去變強係有極限，叫阿易去見銀河朋友就會明白。其實想阿易知道有同伴先會變得更加強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嚟到陀螺手大戰嘅最後一個比賽，銀河同伴都夠5萬分，反而銀河仲差3000分，所以銀河佢哋就趕去現場。途中阿易出嚟叫銀河同自己對戰，其他人都拖住阿易等銀河去參加比賽，點知冇一個夠阿易打，但銀河最後都翻咗嚟，佢唔想犧牲任何同伴。阿易就明白銀河佢哋將朋友放喺第一位，但都唔明白銀河點解會咁強。鳳凰跳出嚟叫阿易睇清楚自己同銀河對戰，揾上嚟嘅對戰冇理由唔奉陪。銀河再同鳳凰對戰，喺有朋友嘅支持下，銀河都係佔下風，完全唔夠鳳凰打。究竟點解呢？就係少咗真愛嘅加持。京池突然嚟到，佢講打低銀河嘅只可以係我，所以銀河你唔可以輸俾其他人。銀河都答應京池，佢跳起用天馬流星擊，鳳凰就跟上撞開烈風天馬，因為唔夠下墮距離就用唔到流星擊，反手開鳳凰烈焰炸裂，同上次對戰一樣。但銀河知道鳳凰嘅策略喺下墮位置製造真空領域撲熄火焰，少咗火焰同留喺空中嘅鳳凰根本係一個靶心。天馬爆南擊直接打低鳳凰。阿易都見識到銀河嘅強大，同埋明白鳳凰嘅意思。銀河當然好開心，仲多謝朋友支持。鳳凰就俾咗銀河5萬分作超越自己嘅證據，即係銀河都可以參加陀螺手大戰。鳳凰稱讚銀河嘅決心就走咗。最後阿易走過嚟表示咗臥底身份，銀河當然原諒阿易，俾佢加入主角群。接住落嚟，陀螺手大戰正式開幕，對戰流程都係眼鏡佬決定，所以係銀河朋友對上暗黑星雲。第一場係阿柔對銀河，既然爆南擊可以化解審判地獄第一次，自然有第二次，銀河就贏咗阿柔，亦都願意未來再同阿柔對戰。阿柔就見識到銀河嘅魅力所在。然後龍牙對阿光，應該都唔使講啦，龍牙打到阿光昏迷。另一方面，阿柔翻去暗黑星雲想揾人對戰，但對眼鏡佬嚟講，阿柔已經輸咗冇作用。眼鏡佬就帶阿柔去對戰盤，同佢講加入暗黑星雲嘅真相。其實所有人包括暗黑星雲嘅陀螺手都只係龍牙嘅食物，會喺對戰中被吸走靈魂，最後龍牙就會變成最強。知道呢件事後嘅阿柔當然想走，開始被暗黑星雲嘅人追擊。到咗下一日，銀河佢哋見到傷痕累累嘅阿柔，阿柔講咗暗黑星雲嘅真相，同埋一直以嚟對唔住，就一個人繼續休息。而銀河都想大家當阿柔係同伴，大家都唔介意，咁主角群都終於齊人。下一場就係龍牙對阿易，賽前京池對阿易講會喺下一個回合見，算係為兩人對戰留低伏筆。呢一場唔算一面倒，阿易一度抵消咗龍王長敲擊，龍牙都讚賞阿易嘅實力，所以吸走晒阿易嘅力量，再打到阿易嘅發環都碎咗，同埋進入昏迷狀態。
之後阿柔去買飲品時，就俾眼鏡佬同埋手下包圍，要捉阿柔翻去俾龍牙當食物。阿柔就大叫，最先聽到嘅係健太同冰魔，但都係遲咗一步。睇住阿柔被帶走，健太冰魔就唔想銀河放棄準決賽，所以兩人靠自己攻入暗黑星雲基地救阿柔。去到最頂就係眼鏡佬守住，但兩人唔夠打，鳳凰又出嚟救人，打贏咗眼鏡佬。面具就喺救人時被打爛，咁啱銀河打完比賽講到嚟，鳳凰原來係爸爸。銀河真係又嬲又開心。爸爸解釋戴面具係想暗黑星雲當自己死咗，比較容易活動。而眼鏡佬想重整旗鼓時，龍牙出現咗吸走眼鏡佬靈魂，因為覺得自己唔再需要眼鏡佬嘅幫助，救咗阿柔嘅大家就翻去比賽場地。爸爸亦解釋陀螺真正歷史，喺古代有2粒隕石去到地球，其中一粒就有邪惡力量，被當權者打造成陀螺去稱霸世界，仲可以吸收負面能量。長年歲月後，佢變成而家嘅雷霆魔龍。而古馬村嘅祖先就用另一粒隕石製造一個以希望之光嘅圓形陀螺，就係之後嘅烈風天馬，用嚟收拾同封印雷霆魔龍。喺經過漫長洗禮就誕生其他陀螺。原本以為雷霆魔龍嘅事會隨住時間流逝而被遺忘，點知就被眼鏡佬佢哋知道咗，想用雷霆魔龍做壞事。而爸爸見翻銀河時，知道佢識咗一班好同伴，所以急速成長。由嗰時開始，爸爸就相信能夠打低龍牙嘅人唔再係自己，而係有同伴支持同埋對陀螺有純潔之心嘅銀河。銀河都講一定會打敗龍牙。呢個時候京始就拍台起身，因為按照賽程，另一個準決賽龍牙對京始打完先會知道決賽嘅人選。而銀河想喺決賽打贏龍牙，咪就係暗示京始會輸，所以京始講會自己打敗龍牙，喺決賽對上銀河。其實京始就係呷醋，不過現實就係殘酷噶。呢個時候嘅龍牙有編劇幫手，即使京始硬食龍王長敲擊，京始喺真愛嘅支持下，京始一直都有優勢打到最後。然後雷霆魔龍覺得龍牙唔夠強一樣，將主人反噬，令龍牙變龍人化，最後強行打贏京始，直接冇咗靈魂。喺晚上進行最後一戰前，龍牙特登準備咗一個戰鬥場地，係只有銀河龍牙兩個人。3、2、1， Go！銀河同上次唔同，冇再帶憎恨之心戰鬥，戰況唔算一面倒，但銀河一個人都係唔夠打，咁健太佢哋就出嚟打氣，銀河就想集結大家力量一齊打贏龍牙。有啲慢嘅烈風天馬都增加轉速，龍牙開始急就用必殺轉技，不過被烈風天馬撞開咗，然後龍牙又俾雷霆魔龍反噬，今次仲變成完全龍人形態，真係好核突啊！銀河想叫醒龍牙都冇用，雷霆魔龍用新招龍王天長殺，烈風天馬完全唔夠打，但銀河仲未輸。原來阿光、阿翼、京始嘅靈魂顯現幫手，三人講硬碰硬係打唔贏雷霆魔龍，要用陀螺手嘅心。其實好似銀河京始第二戰一樣，銀河就明白唔係為咗打低對手而對戰，咁樣同龍牙冇分別，而係要對戰交心交流先會開拓之後嘅未來。所以銀河想從黑暗力量拯救龍牙，烈風天馬再次增加轉速，銀河用新招銀河彗星光彈對撞雷霆魔龍，並講對戰勝負唔係靠陀螺強弱，而係靠陀螺手嘅心，叫龍牙揾翻屬於佢嘅陀螺手之心。雷霆魔龍裂咗，昏迷嘅人都醒翻，銀河龍牙都跌落去，係烈風天馬救咗兩人，雷霆魔龍都停轉啦。終於銀河對天馬講多謝同收翻佢時，烈風天馬消失咗，大家都恭喜銀河拎冠軍。爸爸就解釋烈風天馬係用盡力量消失咗，可能想你下季換陀螺啫。龍牙就帶住雷霆魔龍走咗。最後銀河講：我哋嘅陀螺對戰會繼續㗎。以上就係鋼鐵戰魂第一季，我覺得呢一季中期超拖時間，真係有型有格嘅對手只係得鳳凰，其他打積分打雜魚唔夠吸引，而且故事太王道，你冇睇過都會估到銀河最後一定會打龍牙，所以好多對戰都未打先輸。除咗京始對龍牙嗰場係有一刻令我覺得京始會贏，其他對戰我都有得跳就跳。但你話係唔係唔好睇就唔算，京始銀河真係雙主角一樣，龍牙就可圈可點啦。第二季先係主場，如果集數縮短一半，唔好為播而播，我嘅評價會更高。咁今次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終於可以講第二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Be brave, be brave, metal fight， 勁爆逐秒在兜住。
One shoot 出擊，我越強 to shoot， 一擊即中是強，看一場激戰爭鬥，發動在台上。勇氣與好勝的心，用實力原敵不退避臨陣，激鬥看信心，我有最高分。Be brave, be brave, metal fight， 勁爆逐秒再兜轉。Be brave, be brave， 一轉動擦響 metal high。Win 宇宙將旋動不一樣，合力發揮無惆悵，出擊對戰最囂張，亮光爆轉極速，雷電的衝撞。Be brave, be brave, metal fight， 勁爆逐秒 metal fight。Be brave, be brave, metal fight， win a fight, metal hard。3, 2, 1, go shoot！